会啊。来，各位同问，来了。1、2，老师2，芦苇加麻芦苇加麻厚不厚？好，来做表好唔好？来，你今仔要看的是叶石头啦，吼，石头。岩石跟矿物、岩石跟矿物差别在哪里？啊，我们有什么看法？岩石跟矿物有什么差别？没关系，我们看。矿物组成岩石。对，然后。我昨天有记住。比较下哈。岩石是有一种，有可能这个岩石中，那个水晶，第一个是单纯只有石英这种矿物，啊，但是你像我讲的，伊至少有3种的矿物，所以矿物组成岩石。花岗岩。咱记得，咱台语所谓的文音跟文读音跟白话音，一半以上的台语是有，所以咱平常是讲推这个白话音是类推，但是咱讲到人名的时阵，也是有咧石头的名，咱就讲花。你若讲文言音较接近迄个华语，迄个当时是迄个唐朝一个派，伊感觉南方遐吼，语言跟中原不合一个派别人来家传播中原文化，就一传播就造成我们这地方分裂成2种音，文言音跟白话音，所以你也要两化买。咱高雄市有10条路，你要用台语啊。7星2正3都是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然后里面1星路有1台车，2生路有2台车，一直念到10全路有10台车，这样你有没有办法念出来？然后你等下改，你注意我前后的一哦，你就会有路名的一跟后面几台车的一哦。1星路有1台车，2星路有2台车，3德路有3台车，4维路有4台车，5福路有5台车，6合路有6台车，7贤路有7台车，8德路有8台车，9如路有9台车，10段路有10台车。里面只有一个前后一样的是几？1到10只有一个前后一样的是哪一个？7哈。7的文言跟白话音是一样，其他的数字都不一样。好，所以这是文言音跟白话音的差别。啊？你说1星、2星、3多、4维、5福、6合、7贤、8点、9如10段。对吗？我比较简单。1星、2生、3多、4维、5、6合。5、6合、7贤、8合、9如10全啊。8合。9如10全啊。9如10全。这是当初我们高雄市的在取这个路名的时候，一个地震的公务员他想出来的，就是说他按照由南到北1到10这样排列。然后当然，它后面跟的是这种历史啊，4维、8指这一些。来，好，我们来这个长齿石英岩母登记有音不末，这3种。来，咱看课文啊，你看到这一首的课文是什么？特定的化学组成跟物理性。你化有没有学过很类似的东西？第2题该跟啊，纯物质。
纯物质就是第一，未学化学式进行伊甲你讲安尼，但是你学化学式了，你应该知影，所谓的纯物质就是你会当用一个化学式甲写出来，迄叫纯物质。啊，当然纯物质混合才是混合物，所以研究这个物件吼，除非讲伊有单一的矿物组成，啊无大部分伊拢是混合物，啊，原始都是混合物。啊，这三种物件就是咱后面还要介绍啦。这个三大类的基本研究三大类基本元素，伊的分这三种是伊形成的原因来分的。来咱看这灰型岩、火成岩，这个火是啥物？火是做小的意思，所以做小的石头就是岩浆。伊这个火是岩浆，伊岩浆冷却会变做火成岩。啊，这沉积咱进行这二轨亲子翻译沉积，所以你看伊这个沉积物形成的。变质岩、变质岩是啥物形式？那就是变质，什么变质作用？原本的石头，伫个做深的所在，温度甲压力拢足悬的所在，伊内底矿物的结构的结晶会发生变化，就变做另外一种颜色，这种叫变质岩。咱一项来讲吼，咱看这火成岩，岩浆冷却形成。岩浆冷却有两种吼，一种是没有喷发，伫个涂骹、下骹甲慢慢立体，这一种。啊，若喷发有两种是，一种喷出来拄着空气，这个是陆地的火山；一种喷出来拄着啥海水，迄个是海底的火山。这三种的形成无同款的火成岩。好，这个火成岩形成的过程，伊用岩浆啊为，你看伊这无喷出来，伊深的所在，啊伊慢慢会定义。伊若慢慢定义，伊的颗粒较大，啥人颗粒较大？因为伊的颗粒是啥？伊的颗粒是矿物结晶。你若互伊越长的冷却时间，伊的结晶会发了愈大了。啊，你若冷了伤紧，伊的结晶就较细了。所以伊若喷发到地表啊，伊的颗粒就会比较细小。好，咱这三位，第一个花岗岩，第二个断滑岩，第一个是没有喷发，在底下深度形成，地理深度形成，所以伊的结晶颗粒用出大了。啊，其次这安山岩，安山岩这名吼，伊个取自南美安第列斯山脉。伊是一个足长的火山，所以呢有贵压冷河，所以喷发出来遇到空气还是会冷却，但是没有海水那么快。这玄武岩就是海底火山，喷出来遇到海，冷却得很快，所以呢，这里是海洋地壳的主要成分玄武岩。它像这安山岩，我们阳明山这个阳明山拢是叫安山岩，所以你看岩就是吼，结晶颗粒，花岗岩上大，安山岩、玄武岩越小，这跟它的冷却速率有关。冷却越快的，你冷了愈紧，降温愈紧，伊的结晶颗粒愈细啊。所以咱常花岗岩，因为伊结晶颗粒大，咱看来做水。迄若玄武岩，而且吼，愈冷却愈紧的吼，伊的色愈深，啊，冷却愈慢的，伊的色愈浅，啊，色浅啊，迄个结晶颗粒愈大粒，所以看起来较水。啊，无你咧深的玄武岩做啥？啊，无做木牌，做墓碑，做棺材放迄个大个墓地哦，乌安尼，啊，无啥物花纹啊，都歹看的啊。好，咱第二类沉积岩，
因为那个沉积物啊，经过压密胶解形成啊，迄天然的啦，你看药啊吼，咱药啊已经做出来拢药粉，咱嘛用机器吼，把药粉安尼滴落，咱怎变起来药丸啊，比较好做。啊，这是人工液压，所以那些颗粒啊、粉啊，用力挤压，它会变硬啊，变成整块啊，它变个安尼形成的啊。啊，个其中迄个，搞到玉石沙泥，啊，个是用生物遗骸，这种抽起啊沉积料，啊底板地，啊下骹受咧伊个重量，啊对，啊怎啊慢慢啊像迄个通浮起来呢，个底啊怎啊变石头，好，不然以碎屑，啊地怎啊开地石头。这个沉积岩，所以我问你吼，火成岩沉积岩对比较冰，一般来讲，你是岩浆冷却形成的，会较冰，还是这地较冰？一般火成岩较冰，所以你不然碎屑，你都地了，所以就岩石哈，都比较冰，所以。做海景看别人用沉积岩来做什么检查的，这几种，你现在嘛无讲解水，比如说矿物结晶啊，种碎屑，我讲过哦，这做大料的那珍珠奶茶，这大绿豆沙牛奶，这种那个红茶、绿茶迄种，椰颗粒哦，椰颗粒伤细粒，你看袂出来。啊，当然，伫咧科学家来讲，伊个颗粒大小诶，伊是有一种半径的大小去分别。比如讲，偌大以上算壁岩啊，对了呢，半径比如算砂岩啊，以下的叫页岩啊，人家对差别，你个大量的中的细，好，但你全部研究这就你会发现啦。啊，个有一个啊，内底的石灰岩。这个里面的西洋骨头啦，啊，生物遗骸啊，人骨头不是人啊，动物也一样啊，它的骨头、它的壳啊，死掉然后冲下去，然后又被挤压，它就变石灰岩。所以它要碳酸钙，碳酸钙也在理化学过，碳酸钙有什么特性？有什么化学性质？磷酸放在上面会那个对啊，所以野酸盐二氧化碳嘛，其实不止酸，不止盐酸啊，所有的酸都可以腐蚀这个石灰岩。啊，石灰岩链比迄中午石洞，那个石灰岩形成的。好，它有碳酸钙的结晶，所以那个光照下去反光，好，就是啊，中午石洞，你有听过吗？顶管垂下一个中午石嘛，下骹发出来一个石笋嘛，啊中午它石笋凝固回去，那剪开，然后变这啥？石柱啊，铁条啊，它石灰岩会当做水泥，所以它进行半平山想要变半平山，由水泥公司欧它变半平，后来再有个欧了，它有个变梅平啊，哦。伊这两类啊，因为是按迄个伊组成的偌细粒来分，啊，这是伊成分形成的。来，第三面变质岩嘛，然后连涂骹深的所在高温高压所形成的变质岩，啊，伊个矿物的白的啊，矿物的成分发生改变，所以这是咱常来看的变质岩，这四种，咱台湾定看的上有名的大理岩、大理石，你看伊涂骹这就是，你看涂骹这一片一片的，这大理石哦。恁印尼啊，伫咧三期的教学，你敢有注意涂骹甲手一起的教书哪有无？忘记了，都没有注意，练了一点都没有注意地下。
玻璃的有没有注意？我印象都深啊，我T3期的时候我是总务主任嘛，我那时候跟建筑师讲说，我要跟一起的地板一样，建筑师说没办法，现在没有那么大块，现在没有那么大块的大理石，你去3期看3点地板都是小颗的，它没有那么大片哦，隔了10几年，这个采光了，被采光了，找不到那么大的，硬要找成本也很高啊。不是这样踩呀，到山里面去踩呀，不用踩呀，我也开采，他一直拼命踩，采光的。被踩灭了。后来啊，咱看伊有几种前身哦，像花岗片马眼，前身给花岗片，那理所当然嘛。想要变片嘛，花岗岩的结晶不像你质量的，爱高压地落去，讲闭变一闭，像马齿要用片马眼，所以片马眼有很多种，花岗片马眼只是其中一种，但是片马眼大家都是电子眼，因为只有电子这种才让它变片马眼。来叶眼变成板眼片眼，这个跟那个原住民那个石板烤肉，石板屋，啊，原住民有石板烤肉。那个我们拿来做的，拿来烤肉那就是石板。原住民石板屋看过吗？所以我才看房子。那个原住民都踢石板屋嘛，一周是什么？第三原住民踢石板屋啊，对啊，他如果依照建筑法规啊，那些石板屋通是违建，为什么？因为建那些石板屋的都没有建筑师执照。有建筑师执照不会盖石板，因为他的建筑系没有教你怎么盖石板，这原住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法令哦，到原住民地区哦不适用，对不对？原住民每次都拿猎枪打猎的，那你拿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，去把他石板都加没收，还把他抓去关，这样对吗？然后我祖先以来都是打猎为生，哪里说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？所以原住民地区做的法令都爱你话专设哦，定义那个不是一个法令出去来打，大家都适用的。而且大理岩的前那个也石灰岩，所以大理岩一样是碳酸钙成分哦，你一样大理岩不能用盐酸下去洗哦，它一样会腐蚀掉哦。杨这个空物，哪一个单甩工有空物？有特定的鼓励性病情性啦，临终啦，这印度有什么意思？国家。印度有人跟我说，印度很简单啊，印度就是坚硬的程度啊，就是顾名思义嘛。好，结果你有没有听过钻石的硬度是10，对不对？它是天然的矿物里面硬度最高的，人造可以超过它，但是天然的钻石的成分，钻石的硬度是10。好，你说钻石的硬度最高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一颗钻石拿来，然后铁的硬度比钻石低，对不对？那我拿铁锤那个榔头对着钻石敲下去，你说是钻石会破掉，还是那榔头会碎掉？那是钻石啊。当然是钻石啊！你不要真的去做实验嘛，你钻石送给我，告诉你答案就好了。你说敲碎很好啊，几量变5量。第二查钻石入口要入土才能成正，给做水灰。你讲只要够这5量加起来几个无点质量会出大。来啊！想到你讲想到伊硬度上悬铁硬我看有6尔。只要讲迄硬度10的话，硬度6的好硬度10的出来，分得出哩对，分得出哩硬度不是坚硬的程度啦，你若坚硬的程度你卡的应该是榔头锤钻石好啦。这个名称其实我就取不太好，因为它很容易让你有坚硬的程度，它是表面抗磨损的程度。有没有光滑？你不能用敲啦，你要抹过去啦。
你啊刮过哈，铁会被磨掉比较多啦，钻石被磨掉比较少，这样知道哈。所以人讲想到切玻璃爱用钻石刀，我拄仔听的钻石刀我好向往哦，我准规支亮晶晶啊钻石的，结果我尽量看着钻石刀，我大失所望啊，迄个富贵啊头前铁拢生生啊，钻石对，钻石就剩下刀子前面一点点，因为伊甲挂玻璃接触的所在有选少个啊，然后我想想讲钻石刀是规支用钻石的。结果不是哈，所以钻石、玻璃跟石英的硬度差不多是7，铁是5到6，钻石是10，所以你用超级小刀去刮玻璃哈，玻璃你刮过啊玻璃到痕迹，有哪有啦？但是你看一根小刀哈，它直接钝掉，硬质不会有痕迹，谁被磨的比较多？啊，它是谁被磨的比较多？所以我用钻石画过去，钻石比较不会被磨掉，玻璃呢就被磨比较多，抗磨损的程度。而且这个北法这台语吼，一年台语安怎讲样的？你用艺术是定吼，但是定是这个字哦，你若这个字吼，读做硬哦。重硬到很硬，很硬工重硬，可是这个咱华语咱台语艺术无讲，咱的硬的艺术是讲很坚硬，对不对？可是台语讲硬的艺术很困难的意思，啊，台语这个比有一个，不过这个字是做出来的，跟油来底把它点，啊，这是定。叫讲应该把这顶落啊，因为顶它接近华语硬的意思，你若讲硬的，不太合乎它的意思啊。石英方解石，这个判定就是石英可以用硬度来判别哦。方解石第一演算刚刚讲过了。来，这里硬度是指矿物抵抗磨损的能力，硬度才会被刮出条状刮痕，这个我们叫刻痕。来，请帮大家。